Ben 同太太經屋企人介紹相識，拍拖之後冇耐就結婚。多年嚟，佢哋一齊遊歷咗世界好多地方，直到2年前胰臟癌奪去咗太太嘅性命，令退休咗差唔多10年嘅 Ben 有時覺得不知所措。咁啱前兩日我都去咗買劑落去啦，但係有陣時都諗唔到，好似好快，即係啪一聲咁就2年啦。但係而家叫我諗翻嘅時候，好似仲係昨日嘅事，因為發生得好快。件事就喺2023年，我哋已經安排晒準備去美國探望契媽嘅啦。咁跟住又發生咗，佢開始有啲唔舒服。咁嗰陣時係7月25號，我記得就攞到呢個報告。咁攞到呢個報告一打開，我就睇到最，梗係睇個 conclusion 嗰度啦。咁一睇到佢話係胰臟出咗事啊，咁而且應該都係末期嘅，咁我就好震撼咯，一下子都唔知點講啊，即係好難接受咯。Ben話太太在世嘅時候，佢哋都時不時談論死亡。佢退休之後都研究過生死教育，同身邊嘅朋友比較，兩個人對生死算係睇得開。但係喪妻嘅傷痛仲係一直纏繞佢，令佢完全失去生活動力，連平日鍾意嘅書同電影都提唔起興趣。我哋傾得好多添，即係我哋不斷都有講笑有講啦嚇。喂，我走咗你會點啊？你走咗又會點啊？咁即係會大家都討論，因為我哋兩個職業比較係成日都接觸呢啲嘢。佢尤其是係一個特殊社工，咁我哋睇生死都睇得比較通啲咯嚇。咁所以就，但係真係咧，當落到係你自己嘅家人嘅時候，咁嗰種感受係完全唔同嘅。知識喺個腦度啫，但係人係感情嘅。你嘅心愛嘅人走咗嘅時候，好清楚在心如刀割啊！即係痛啊！老年喪偶令人悲痛，唔單止因為失去伴侶之後嘅孤單，更加因為一方過世嘅同時，長者要重新適應身份嘅轉變，以及擔心自己未來要獨自面對生活同死亡嘅迷茫。當伴侶如果過世之後，其實自己嘅呢一段嘅記憶或者呢一段嘅我哋講嘅歷史啦，其實都會隨住佢好似離開咗咁樣。咁其實嗰度咧都會有一個哀傷嘅部分需要去處理，因為同埋開始要擔心即係自己可能就係下一個去獨自面對生病啊或者死亡嘅一個部分。咁所以呢一度咧，無論對身份嗰個嘅嗰個唔同啦，或者係一啲共同嘅記憶嘅失去啦，或者係講緊一啲重新再建立同等程度嘅依附關係咧，等等嘅難度都會係比較大啲嘅。美國精神病學家 Kubler-Ross 曾經提出悲傷5階段概念，即係由最初否認，之後感到憤怒，想討價還價，然後變得憂鬱，最後唯有接受。心理學家指出，喪偶哀傷未必會完全根據呢5個次序，好可能係喺恢復同哀傷呢2種情緒之間不斷搖擺。可能夜晚好靜冇人嘅時候，其實個哀傷嘅模式係比較多啲嘅。咁但係日常又會翻去咯喎，可能要照顧翻自己，照顧翻身邊其他人等等。我最希望咧，佢嘅搖擺嘅速度越嚟越慢，就係當我哋多啲去停留到喺恢復模式嗰邊，即係話佢可以多啲咧係喺生活上邊咧有一個着眼點，多啲嘅可以留喺恢復嗰邊嘅。咁如果我哋話數字上嘅話，大概啦，我哋講緊話半年至到1年啦，但係咧，其實呢一個數字咧，亦都唔代表一切嘅，因為我哋去講恢復，亦都唔等於我哋去忘記嚇，亦都忘記都唔等於我哋去冇咗嗰個傷痛。所以，與其實我哋講話恢復啦，我哋心理學上係講如何將佢呢一個嘅經歷整合喺自己嘅生活裏邊，點樣同佢共存。為咗更快走出傷痛，Ben 都開始一啲自救行為，去醫院揾老友做過心理輔導。呢日佢都嚟見咗心理學家。呢個咯，一個 question mark。自己嘅太太同埋咁短嘅，即係冇心理準備，就一個好大嘅 question。Why？ 點解？我不斷咁問點解，唔係問我，即係今天行下街望點解，即係要釋懷就係棘住喺呢度。
咁我都覺得我算係快揾到呢個答案。係。咁個天亦都會自然俾到個答案。佢會話人生就係咁，好無常。太太生前好中意插花同拼布，所以 Ben 一直保存住太太呢啲拼布同衫，定期為佢嘅手機充電。有人會喺喪偶之後清理所有物件，以免睹物思人，而唔能夠專注當下嘅生活。但係心理學家指出，適當保留物件，間接同逝者維持連結，其實有助於整合哀傷。有啲人我覺得，我如果見到嗰件物件咁多，我覺得好辛苦。咁當然我哋就會將自己嘅感受照顧咗先啦。咁我哋唔係一嚟就講話我哋將所有嘢要抌晒佢，亦都唔係，只係將佢放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到我個心話俾我聽，我想去睇翻，或者我想去再接觸呢一段嘅回憶嘅時候，咁我就攞出嚟去再睇。我覺得我今日已經足夠啦，呢一種嘅連結，咁我又可以擺翻去。所以嗰個程度同埋多少，其實每一個部分都係由自己一個個人化嘅經歷嚟講咯。美國心理治療師 William Worden 提出嘅哀傷適應任務，正係接受、處理、適應以及同逝者保持持久連結。除咗物件上，仲可以喺內心保持連結。譬如伴侶有一啲好好嘅內在特質，或者佢有一啲心願嘅，或者係有一啲影響，而我哋可以帶住呢一啲嘅影響擺喺自己嘅生活裏邊，而且如果可以用一個利他主義，即係話幫其他人嘅話咧，其實可以令到成個痛苦嘅過程加入一啲新嘅意思。Ben 除咗秉承太太做社工時候嘅助人精神，繼續參與義務工作，亦都會將對太太嘅情感投射到日常生活嘅小節上，呢啲都幫佢進一步轉化咗自己嘅悲傷。有陣時間我成日出去玩啊，去出面旅行啊，我都覺得我帶住你行啊咁，我會走去同我天講，我哋一齊睇啊咁。最低有陣時食嘢咧，好似幫緊佢食咁，即係好食啊快，即係咁咯。太太逝世之後嘅3個月係最難過嘅一個時期。之後 Ben 開始重拾睇電影嘅興趣，佢形容亦都有助自己抒發情緒。咁當然最幫到就係破地獄啦嚇，咁所以好多人都話我傻雞，我都睇咗6次啦嚇，咁我6次都會係眼濕濕嘅，而令自己喊下都好嘅嚇。記住一樣嘢，喊唔係代表咩嘅，有陣時一種內心嗰種嘅宣泄咧，有陣時喊嚟都會舒服啲嘅。容許自己去哭泣嘅，其實喊係一個最根本性，我哋去發泄一個唔開心嘅情緒嘅一個方法咯。第二，亦都可以透過一啲書寫嘅方法，譬如日記啊等等嘅。第三，亦都可以去參加一啲係有教育性嘅講座，或者一啲支援小組，讓到咧自己有多啲呢一方面嘅意識同埋方法去幫自己嘅。經過大概3個月嘅最艱難期，Ben 逐漸從哀傷中走出嚟，開始重新更新社交媒體。心理學家話，哀傷恢復速度同一個人嘅性格特質，例如抗逆力相關。Ben 本身個性外向積極，57歲退休之後就中意周圍探索大街小巷。我中意咧，我就揾一啲新嘅地方或者新嘅商場去行下，去打下卡啊。咁同埋好多時候咧，有啲好即係意外嘅驚喜啦。值得注意嘅係，好多心理學研究仲指出，喪偶之前婚姻關係越好，喪偶之後會更加容易從哀傷中恢復。當咧，其實一個個體同一個個體，我哋去相處嘅時候咧，我哋兩個人之間會形成咗一個叫做內在運作模式。而一個安全同埋一個有支持性嘅婚姻裏邊咧，呢一個內在嘅運作模式咧，係會產生到一啲信念嘅，係例如我係值得被愛啦，其他人係可以值得可靠可信嘅。咁如果有呢一啲信念，你想象一下喺喪偶之後啦嘅時候，其實呢一啲都係啲保護性嘅資源嚟嘅。當關係咧冇咁正面嘅時候咧，之後嘅適應咧係會更加難嘅，因為當嗰個哀傷嘅程度變得複雜咗，亦都變咗咧係比較多唔同嘅情緒出咗嚟嘅。中國社科院早年有研究指出，80%喪偶老人有再婚嘅願望。心理學家指出，如果哀傷已經整合，唔會將再婚對象同已逝者比較，
人要重新尋找情感依附好正常，不過 Ben 暫時未有咁嘅諗法。但我有陣時都覺得我咁幸運有個咁好嘅太太，好似人哋講笑話中咗六合彩，你中一次啫喎，冇有機會中第二次㗎。因為我哋好特別嘅，即係我哋識咗2-3個月就已經結婚，即係大家都已經認定咗對方嚇。咁但係要我重新喺我呢個年紀再去 explore 新嘅朋友咧，唔容易咯嚇。但係喺呢一刻，咁我都係好享受到個人嗰種嘅自由。失去至愛之人非常傷痛，不過心理學有所謂後創傷成長嘅理論，即係當人經歷巨大嘅轉變，例如喪偶之後，有時會獲得一個意料之外嘅可能性同成長機會，譬如會更加懂得欣賞生命，更加珍惜人際關係，能力感都有所增強。正正就係因為失去過，咁所以咧對我哋而家擁有嘅一切咧係更加深刻嘅。你會覺得我原來係可以喺一個咁黑暗或者係一個咁樣嘅咁難過嘅情況之下，我自己過到，其實我自己都未估到嘅。可能對於人生觀啊，或者宇宙萬物啊，都會有多咗更加深一層嘅思考。